有美国甲以色列上重国籍的人质亚历山大昨昏放回去以色列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消息，嘛向因厝邻的人恭喜。21岁亚历山大登记厝的迄一刻，母亲激动地走去，你甲伊揽宝贝后生总算回来啊！ 亚历山大伫加沙封关19个月，伊互认为是哈马斯所靠爱最后一名要活着的美国公民。伫10日失控的这段过程，以色列暂停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几点钟，好代志会当顺利进行。伊伫坐军用直升机返来以色列的路上，用手写标语，多谢川普总统，伊的家人也督促以色列政府甲谈判人员继续努力，互剩的58名人质也当返去厝。 We'll get Eitan today. We hope that we're going to have other hostages released too. 亚历山大是今年1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2个月，以色列3月18突然对加沙发动攻击以来所释放的第1名人质。在迄日，有人看到亡命的哈马斯战士将伊交予红新国会工作人员，佮交予伫加沙的以色列当局。 זה הושג בזכות הלחץ הצבאי שלנו והלחץ המדיני שהפעיל הנשיא טראמפ. דיברתי היום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, הוא אמר לי, אני מחויב לישראל. 纳塔亚胡补充说明，以色列打算继续加强伫加沙的军事行动，而且未停火。一名哈马斯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，释放亚历山大是为着表示善意，是美国总统川普13访问中东进程，为着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，也为稳准人道救援会当进入已经互以色列封锁超过72个加沙。公司新闻吴伟明编译。